唔知你有冇試過遇到咁嘅事？夜晚瞓唔着，個心無端端慌起上嚟，又講唔出究竟驚啲乜，又或者見到身邊嘅親戚朋友因為感情、因為錢銀、因為生活上嘅種種不如意，搞到成個人愁雲慘霧，你個心覺得好熱，於是你忍唔住將自己平時學到嘅佛理、人生哲理、因果規律苦口婆心咁同佢講，希望可以拉佢一把，等佢個心舒服啲。你覺得自己做緊一件好事，覺得勸人向善，講下佛偈，實係功德無量啊，對唔對？但係今日我要話俾你知一個好反常，甚至會打破你一直以嚟認知嘅真相。喺所有修行同做人嘅禁忌入面，有一條幾乎被90%以上嘅人忽略咗。呢條禁忌唔係關於你食唔食素，唔係關於你初一十五有冇去裝香，而正正係關於一件你以為係大善事嘅舉動，講佛理。冇錯，你以為講佛偈勸人放低係做緊功德，其實如果你對錯咗人講，你不單止度唔到佢，甚至乎你可能喺度做緊業。你點解會咁講？我哋不妨將時間推後，翻到去2500幾年前。相傳佛陀喺菩提樹下夜睹明星，終於大徹大悟。按一般人嘅邏輯，一個人發現咗宇宙人生最根本嘅真理，揾到解脫痛苦嘅終極密碼，第一反應應該係咩？肯定係即刻落山，四圍敲鑼打鼓，將呢個好消息話俾全世界聽，普度眾生嘛。但係佛陀冇咁做。相傳佢喺菩提樹下沉默咗整整749日。呢49日入面，佢一句話都冇講過。好多人以為佛陀係咪喺度整理緊思緒，或者諗緊點樣去做識語言，等啲普通人聽得明。其實唔係，佢沉默係因為佢喺度觀察。佢好清楚自己悟到嘅呢個真理太過透徹，太過清淨，而世間大部分人嘅心都裝滿咗慾望、成見同埋執着。如果一出嚟就亂咁講，見人就硬塞，就好似將一粒最靚、最有生機嘅蓮花種子夾硬灑落一笪乾爭爭嘅沙漠，或者鋪滿碎石嘅爛地度，結果會點？種子根本發唔出芽，甚至會被嗰啲唔識貨嘅人踩死、糟蹋。妙法蓮華經入面有一句話，道盡咗呢個千古玄機，是法不可時，言辭相直滅。呢句話聽落好似好深奧，但如果用大白話去解，其實講穿咗好簡單。真正嘅法，真正嘅大智慧係冇辦法單靠語言去完整傳達嘅。語言只不過係一隻指住月亮嘅手指，佢唔係個月亮本身。當一個人個心未準備好，又或者佢根本就唔想睇個月亮，你喺佢耳邊講到口水乾，佢對眼都淨係會盯着你隻手指，甚至會嫌你隻手指篤到佢，怪你多事。你試諗下，一個啱啱失戀、滿心委屈同憤怒嘅人，你走去同佢講四大皆空、萬法皆空，佢聽得入耳咩？佢只會覺得你講風涼話，覺得你企喺道德高地度指指點點。呢個時候，你嘅法對佢來講就係一種二次傷害。更可怕嘅係，如果你對錯咗人講法，有時唔單止係嘥氣，仲係一種極大嘅危險。老一輩嘅修行人成日講，佛法係一把最鋒利嘅刀，佢本來嘅用途係幫我哋斬斷煩惱。但係如果接刀嗰個人本身心術不正，你將把刀交俾佢，佢絕對唔會用嚟斬自己嘅煩惱，佢會用嚟傷人，用嚟做滿足自己私欲嘅架生。我哋好多時成日急住去到人，急住去教醒身邊嗰啲迷茫嘅人，其實夜闌人靜嘅時候，你捫心自問，呢種急切嘅背後，往往收埋咗一種連我哋自己都未察覺到嘅傲慢。我哋覺得自己比對方清醒，覺得自己睇得通透，於是夾硬將自己覺得好嘅嘢塞俾人。我哋享受嗰種做人哋心靈導師嘅優越感，但你冇問過對方需唔需要對方嘅根氣，又承唔承受得住呢份重量。歷代嘅祖師大德用咗無數血淋淋嘅教訓去警告後人，講法勸善絕對唔可以見人就派街坊。無論你幾有慈悲心，呢個世上有3種人，你絕對唔可以對佢哋講法。如果你強行去度佢哋，最後浸死嘅好可能係你自己，甚至會將真正清淨嘅道理都污染埋。呢3種人其實離我哋一啲都唔遠，佢哋可能就係你身邊嘅親戚、朋友、同事，甚至乎喺某啲特定嘅時刻，嗰個人就係你自己。只要你認清咗呢3種人，你就會明白點解有時候最深嘅慈悲
唔係苦口婆心，而係閉口唔講。而喺呢3種人之中，第一種絕對唔可以對佢講法嘅人，我哋可以叫佢做別有用心者，亦係最難防備嘅一種。佢哋好識得披住一件極度虔誠嘅外衣，裝香拜佛嘅姿勢，分分鐘完美過你同我，講最恭敬嘅說話，做盡一切合乎規矩嘅事。但係喺呢張溫和順從嘅面具背後，其實收埋咗一隻隨時會反咬你一啖嘅魔鬼。佢哋個心由踏入佛門嗰一刻開始，根本就唔係奔住解脫而去嘅。幾十年前，南洋有一座好偏僻嘅舊廟，嗰度天氣潮濕，長年隱沒喺啲高大嘅熱帶樹林入面。嗰年春天，山門外嚟咗一個着住粗布素衣嘅中年男人，自稱姓姚，大家都叫佢做姚哥。姚哥話自己前半生做生意，經歷咗好多風風雨雨，而家睇化咗，想喺佛門清淨地度過餘生，洗滌下心靈。寺裏面嘅住持係一位70幾歲嘅老和尚，法號慧明。慧明大師喺當地好有威望，出咗名，雙眼好似利劍咁，可以睇穿人嘅心肝脾肺腎。但隨住年紀越嚟越大，大師越嚟越少出聲，好多時人哋問佢嘢，佢都係笑笑口，一句起2句止。姚哥住落嚟之後，表現得簡直係無可挑剔。佢每日清晨第一個起身，去大殿打掃、添香油、早課晚課。佢誦經嘅聲音比任何一個和尚都要專注同虔誠。佢唔怕捱苦、挑水、劈柴、洗廁所，乜嘢污糟邋遢嘅粗重功夫，佢都爭住去做。食飯嘅時候，幾啖白飯加條青菜，佢都食到好似食緊山珍海味咁感恩。過咗大半年，姚哥正式向慧明大師叩頭，懇求大師收佢做入室弟子，傳授佢佛法嘅真偽。按道理，一個咁有誠心、表現得咁完美嘅人，邊個做師父嘅會唔中意？連寺裏面其他和尚都忍唔住幫姚哥講好話，覺得大師如果唔收佢，真係講唔過去。甚至有人私底下埋怨大師係咪太過苛刻，故意刁難人。但係慧明大師由頭到尾都冇應承，佢只係淡淡然咁講咗3個字：再睇睇。大師對周圍嘅流言蜚語充耳不聞，每日照舊打坐念經，只係偶爾喺姚哥行過嘅時候，大師會遠遠咁望佢一眼。無人知大師望緊啲乜，但嗰種眼神就好似望住一潭深不見底嘅死水。直到有一天傍晚，事情終於迎來咗轉機，或者應該話係露底嘅一刻。嗰日大殿得姚哥一個喺度抹神台，佢抹到佛像背後嗰陣，發現角落頭有個封滿塵嘅古老木盒。出於好奇，佢打開咗個盒，入面裝住一本泛黃嘅手抄古籍。就喺佢對眼發光，伸手去揭開第一頁嗰個瞬間，一把蒼老嘅聲音喺佢背後響起：嗰本嘢係我師父留落嚟嘅。姚哥成個人震咗一陣，轉過頭見到慧明大師企咗喺殿門口。姚哥反應極快，即刻換上一副惶恐同恭敬嘅表情，連忙合十跪低：大師恕罪，弟子唔知係聖物，一時好奇冒犯咗。大師慢慢行埋去，目光由個木盒移到姚哥塊面度，語氣平靜咁問：你打開佢嗰陣，個心諗緊乜？姚哥恭恭敬敬咁答：弟子喺度諗呢本係咩無上經文，如果有幸拜讀，實可以增長智慧，斬斷煩惱。大師搖搖頭，嘆咗口氣：你講大話。姚哥塊面僵咗一下，但好快又恢復正常。大師明鑒，弟子一片赤誠，絕對無半句虛言。大師冇理佢嘅辯解，反而講咗一句好似唔拉更嘅說話。出面一直有傳言，話呢本古籍入面收埋咗一套密法，學識咗就可以改天換命，甚至擁有控制人心、擋災避難嘅神力。就喺呢一秒，姚哥嘅瞳孔猛咁收縮咗一下，對眼閃過一絲極度貪婪嘅光芒。雖然只係0.1秒，但已經足夠大師睇得清清楚楚。大師，姚哥仲想開口：你做得好好，真係太好啦！大師打斷咗佢，語氣帶住一種悲涼：大半年嚟，你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表情、每一句說話都完美到無懈可擊，但你知唔知，正正係呢種完美出賣咗你。大師指住心口，一個真正有血有肉、想修行嘅凡人，一定會有困惑，會有迷茫，會有情緒崩塌，或者做唔到嘅時候，佢會犯錯，會沮喪。但你冇，你嘅完美唔係因為你境界高，而係因為你喺度演戲。一個做緊戲嘅人，先可以將每一個細節都計算到清清楚楚。姚哥沉默咗，
大殿裏面靜到連一條針跌落地下都聽到。慢慢地，耀哥嘴角嗰一抹傾和嘅微笑消失咗，取而代之嘅係一種令人心寒嘅冷酷。佢連聲線都變埋，由原本嘅溫文爾雅變成一把帶住江湖歷練嘅沙啞聲音。老和尚果然好眼力，咁你話俾我聽，嗰個密法到底係乜？大師望住佢，好平靜咁戳破咗佢最後嘅幻想，根本冇咩密法，嗰本只不過係一本普通到唔可以再普通嘅《金剛經》抄本。我只係用幾句說話就試出咗你隻狐狸尾巴。大師行前一步，直視耀哥嘅雙眼，你唔係嚟求解脫嘅，你係嚟求力量嘅。你喺出面個江湖打滾咗咁多年，雙手沾滿咗見唔得光嘅嘢，背負住無數人嘅怨恨，你驚仇家尋仇，驚報應臨頭，所以你想借佛法嘅力量去保你嘅命，去鞏固你嘅地位。你以為着起件素衣，扮下虔誠，就可以將佛法變成你嘅擋箭牌？耀哥冷笑一聲，索性攤牌，咁又點？如果我學識咗佛理，話唔定我真係會放低屠刀呢。你哋出家人唔係成日講慈悲為懷咩？點解唔肯度我？大師合上雙眼，講出咗一句振聾發聎嘅說話：佛法係世間最鋒利嘅刀，一把利刀擺喺一個正直嘅人手上，可以斬斷煩惱，披荊斬棘；但如果擺喺一個心術不正、滿腦子貪婪同算計嘅人手上，呢把刀就會變成佢用嚟蠱惑人心、作惡多端嘅兇器。對你呢種人講法，唔係幫你，係幫你害人。我寧願背負住無慈悲心嘅罪名，都絕對唔會將清淨嘅法交落一個裝滿污糟嘢嘅靈魂度。呢個就係我對世間最大嘅慈悲。耀哥聽完，深深咁望咗大師一眼，頭也不回咁行出咗大殿，從此喺呢座舊廟消失。呢個就係第一種我哋絕對唔可以對佢講法嘅人。佢哋嚟揾佛法、揾玄學，唔係為咗睇清自己嘅問題，而係將呢啲智慧當成一種工具，一鋪用嚟發達、當災，甚至控制其他人嘅籌碼。當你遇到呢種人，你講得越多，佢就越會將你嘅說話扭曲，變成包裝佢私欲嘅藉口。對住佢哋閉嘴就係最好嘅修行。耀哥呢種滿腹算計、心懷鬼胎嘅惡人，老和尚誤導佢，我哋聽完都覺得大快人心。但如果今日跪喺佛前嘅唔係一個江湖大佬，而係一個喊到撕心裂肺、成身都係傷痕、被生活折磨到體無完膚嘅可憐人，老和尚竟然都係狠心轉換落閘，連見都唔肯見一面。面對一個淨係想求少少安慰嘅弱者，究竟係老和尚太過冷血，定係嗰個喊緊嘅人本身出咗問題？呢個就係我要同你講嘅第二種，絕對唔可以對佢講法嘅人。我哋可以叫佢哋做沉淪依賴者。舊陣時喺一座香火鼎盛嘅古宅裏面，有一位成日嚟拜神嘅中年婦人，我哋叫佢做慧珍。慧珍每次出現都係眉頭深鎖，成塊面寫滿咗苦字。佢嘅命運的確好坎坷，老公爛佬又暴躁，啲仔女又反叛唔聽話，屋企成日為咗錢銀嘈交。每次慧珍嚟到寺廟，第一件事就係跪喺菩薩面前，由頭喊到落腳，將自己屋企啲衰嘢、老公啲惡行、自己受嘅委屈，好似倒垃圾咁，全部倒晒出嚟。當時嘅老住持係一個好慈悲嘅人，起初幾次老住持都會親自斟杯熱茶俾佢，耐心咁聽佢訴苦，然後用好溫和嘅語氣同佢講因果、講業力，勸佢放低內心嘅怨恨，教佢點樣用平靜嘅心態去面對屋企嘅爛攤子。慧珍每次聽完都會抹乾眼淚，連連點頭，覺得大師講得好啱，個心好似真係鬆咗啲，然後帶住一種好似充滿電嘅狀態返屋企。但係呢種平靜維持唔到幾耐，不出一個禮拜，慧珍又會愁雲慘霧咁出入寺廟，又係跪喺度喊，又係重複講同一堆委屈。慢慢地，慧珍嘅要求變咗，佢唔再淨係想聽佛理，佢開始求大師幫佢睇相算命，問大師菩薩可唔可以顯靈懲罰我嗰個衰老公？大師，你可唔可以俾張靈符我，等我啲仔女聽話啲？我到底前世做錯乜？點解個天要咁對我？就係咁樣反反复复拖咗大半年，直到有一日出面落住好大嘅雷雨，慧珍又同老公嗌完大交，成身濕晒咁衝上山，拍打住老住持前方嘅木門，喊到聲嘶力竭，求大師開門救下佢。但係今次前方入面毫無動靜，旁邊一個年輕嘅沙彌睇唔過眼，
行埋去門邊，細細聲同老住持講：師父，出面橫風橫雨，慧真施主喊得咁可憐，不如你開門見下佢，開解下佢啦。我哋出家人唔係應該慈悲為懷，普度眾生嘅咩？過咗好耐，禪房裏面傳出老住持平靜但堅決嘅聲音：準開門，同佢講，我以後都唔會再見佢，叫佢自己落山。年輕沙彌愣住咗，佢覺得師父變咗，變得好無情。等到慧真喊到冇氣，終於死心落咗山之後，老住持先慢慢推開房門，望住徒弟唔服氣嘅眼神，嘆咗口氣，講出咗一番令沙彌終生難忘嘅說話。你覺得佢好可憐？係，佢嘅遭遇的確令人同情，但你睇唔睇得出佢根本就唔想醒？老住持指住山門嘅方向，佢每一次嚟都唔係想揾解決問題嘅方法，佢只係將菩薩將我當成一個情緒垃圾桶，佢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完美嘅受害者，覺得全世界都欠咗佢。我同佢講放低，講改變自己，佢聽完就算返到屋企，繼續用以前嗰套怨天尤人嘅方式生活。佛法對於佢嚟講唔係醫病嘅良藥，而係一粒情緒止痛藥。老住持嘅眼神變得好順利，佢只要每次覺得痛就走嚟食一粒止痛藥，麻醉一下自己，覺得個心舒服咗，就繼續返去忍受嗰段爛關係，嗰個爛環境。如果我繼續同佢講佛理，繼續安撫佢，我唔係幫緊佢，我係害緊佢，我喺度幫佢剝奪緊嗰份痛到極點就會的起心肝去改變嘅勇氣。總有一日，當佢發現念經拜佛都改變唔到佢老公嗰陣，佢就會反過嚟怨恨菩薩唔靈，怨恨我哋冇同情心。民間有句老說話：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呢句話聽落好刻薄，但裏面藏住好深嘅心理學同因果律。呢度講嘅可恨，唔係話佢做咗咩十惡不赦嘅壞事，而係指佢嗰種死都唔肯為自己人生負責任嘅懦弱同依賴。你身邊有冇呢種人？一遇到挫折就瘋狂周圍揾人訴苦，揾心理輔導，揾大師算命。佢哋可以花幾個鐘頭去講自己有幾慘，但如果你真係俾個切實可行嘅建議佢，叫佢斬斷一段孽緣，或者叫佢的起心肝去揾份工，佢就會即刻揾1萬個藉口去反駁你。你唔明㗎啦，我邊有你咁叻啊？為咗啲仔女，我點可以走啊？佢哋唔係想要解藥，佢哋只係想要一個同情嘅擁抱，等佢哋可以心安理得咁繼續留喺個泥沼裏面發臭。對住呢種淨係想要止痛藥嘅沉淪依賴者，你對佢講大道理、講覺醒、講修行，全部都係廢話，因為佢個心緊緊攬住自己個受害者光環唔放。你越係開解佢，佢就越覺得自己慘。你一唔順從佢嗰種悲情敘事，佢就覺得你冷血無情。真正嘅慈悲，有時真係好似老住持咁，狠心落賊，連一滴廉價嘅同情都唔俾。當佢撞板撞到周身血，發現再無人可以依賴，痛到連止痛藥都失效嗰一刻，佢先會真正醒覺，自己撐起身行出去。講到呢度，我哋已經講咗2種人。第一種係心懷鬼胎，想利用玄學嘅謠歌；第二種係沉溺痛苦，淨係想求安慰嘅慧真。呢2種人，一個極惡，一個極弱，似乎都離我哋平時對聰明人嘅認知好遠。咁你可能會諗，我唔係壞人，我又唔係成日怨天尤人嘅怨婦，我受過高等教育，睇過好多書，連佛經我都背得出1-2段，咁我實係一個好適合接受佛理、好容易覺醒嘅人啊，對唔對？如果你咁諗，咁接下來嘅第3種人可能會令你飆一身冷汗，因為呢種人往往係世俗眼光中最叻、最博學嘅天才。按道理，學佛修行有慧根，夠聰明，理解能力高，唔係應該事半功倍咩？但偏偏喺佛法面前，佢哋可能連一個大字唔識嘅文盲都不如。點解一個熟讀3藏12部經、聰明絕頂嘅人，反而會被歷代祖師大德當成無藥可救嘅廢人，甚至最怕遇到佢哋？呢個就係我要同你講嘅第3種絕對唔可以對佢講法嘅人。傲慢者。舊陣時，大嶼山深處有一間好細嘅茅棚，住咗一位隱修嘅老僧。呢位老僧出咗名唔見客、唔收徒弟，每日淨係喺山上面種菜、打坐，連經書都好少攞出嚟睇。但係真正懂行嘅修行人都知，呢位老僧嘅境界已經去到深不可測嘅地步。嗰一年，山下嚟咗一個後生仔，我哋叫佢做小顯。
小軒出身富裕家庭，自細聰明過人，過目不忘。佢留過學，睇過無數哲學巨著，後來對佛學產生咗濃厚嘅興趣。幾年之間，佢將市面上揾得到嘅大乘經典、前中公案全部刨到熟晒，甚至可以隨口背出一段段深奧嘅經文。喺朋友圈子入面，佢儼然就係一個佛學大師，逢人就講空性，講般若，無人變得贏佢。但係小軒個心仲未滿足，佢聽到大嶼山有位隱居嘅高僧，於是決定上山拜訪。講係拜訪，其實骨子裏佢係去踢館嘅。佢想用自己滿腹嘅經論去試下呢位老僧到底有幾多斤兩。更深層嘅渴望係，佢希望喺老僧面前展示自己嘅才華，得到一位高人嘅認可。小軒攀山越嶺，終於去到嗰間簡陋嘅茅棚。佢見到老僧着住件又舊又破嘅僧袍，正喺度撥住個炭爐煲水。小軒行埋去，雙手合十，行咗個禮，然後一坐低就開始拾書包。佢由心經講到金剛經，又由唯識中嘅理論講到禪宗嘅頓悟，滔滔不絕咁講咗足足半個鐘。老僧由頭到尾都冇出過聲，只係靜靜地聽住，臉上冇咩表情，手上繼續慢慢咁準備沖茶。小軒見老僧冇反應，覺得有啲無癮，於是決定出個難題。佢提高聲線問：大師，心經話色即是色，空即是空，既然萬法皆空，咁我而家喺度問你，問題呢個我到底係空定係有？如果你話係空，咁邊個喺度講嘢？如果你話係有，咁咪即背咗佛法嘅根本。呢個問題好刁鑽，係經典嘅文字陷阱，答空定答有都會落入兩邊嘅執着。少謙嘴角微微向上勾，心諗睇呢個老和尚點答。老僧依然冇答佢。水滾咗，老僧攞起個茶壺，行到少謙面前，將滾水斟落少謙個茶杯度。水好快就斟滿咗個杯，但老僧冇停手，繼續斟。滾燙嘅茶水溢出杯邊，流到成張台都係，甚至滴落少賢條褲度。少賢嚇咗一跳，即刻縮開，大聲叫：大師，滿啦，滿啦，斟到擰晒啦，裝唔入啦。老僧呢個時候先至慢慢放低個茶壺，抬起頭，對眼平靜如水咁望住少賢，講咗一句說話：你個心就好似呢隻茶杯咁，已經裝滿晒你自己嘅成見、知識同埋傲慢。如果你唔先將隻杯清空，我講嘅說話又點樣裝得入去？少賢成個人愣住咗，面都紅埋。佢準備咗成套嘅大道理，幾千字嘅辯論草稿，喺呢一隻斟到卵嘅茶杯面前，瞬間變得一文不值。呢個就係禪宗裏面非常出名嘅滿杯公案。老僧點破咗一個好殘酷嘅真相：少賢上山根本就唔係嚟求道嘅，佢係嚟求認可嘅。佢表面上好似好渴求真理，但實際上佢個心就好似一嘅千年堅冰，硬落過，塞滿咗個杯。你斟幾多滾水落去，都溶唔化佢嗰種高高在上嘅優越感。呢種傲慢者，佢哋最大嘅特徵就係聽唔入耳。當你同佢講佛理、講人生哲學嘅時候，佢大腦第一時間轉嘅唔係去反思自己，而係喺度揾你說話裏面嘅漏洞，諗住點樣駁斥你，點樣證明佢自己比你睇得更通透。佢哋將佛法當成一種智力遊戲，當成一件用嚟裝飾自己、顯得自己超凡脫俗嘅高尚玩具。佢哋以為自己熟讀經書就等於開咗悟，但其實佢哋只係將世俗嘅傲慢包裝成修行嘅傲慢。呢種傲慢比世俗嘅貪錢貪權更難醫治，因為佢收埋得太深，包裝得太靚。對住呢種人講法有咩後果？你講一句，佢駁你10句。你嘅慈悲喺佢眼中只係你智慧不如佢嘅證明。你夾硬將法理塞俾佢，不但只嘥氣，仲會激發起佢更強嘅好勝心，令佢喺文字帳裏面越陷越深。就等於你將一滴清淨嘅甘露滴落一潭死水度，改變唔到死水嘅臭味之餘，仲白白浪費咗甘露。所以祖師大德教落，遇到傲慢者閉嘴，唔好同佢爭辯，唔好試圖去說服佢，由得佢抱着自己嗰個滿杯去自鳴得意，直到有一日生活嘅重稱狠狠咁撲碎佢隻杯，等佢引以為傲嘅聰明才智救唔到佢，等佢痛到發現啲經文背得再熟都解唔開個心結嗰陣，嗰個時候佢隻杯先會真正空出嚟。嗰一刻先係佢真正聽得入法嘅時機。講到呢度，
我哋已經將3種絕對唔可以對佢講法嘅人全部拆解晒。第一種係心懷鬼胎，想利用玄學同佛法去謀取私利嘅謠歌別有用心者。第二種係沉溺痛苦，淨係想攞佛法當情緒止痛藥，死都唔肯靠自己企起身嘅偽真沉淪依賴者。第三種就係滿腹經綸，將修行當成智力遊戲去炫耀嘅少顯傲慢者。一個心懷鬼胎想求力量嘅謠歌，一個沉溺痛苦想求安慰嘅偽真，同埋一個滿腹經綸想求認可嘅少顯。呢3個人，一個極惡，一個極弱，一個代表住世俗眼光中嘅極端聰明。表面上睇，佢哋風馬牛不相及，表現完全唔同。你可能會覺得奇怪，點解歷代祖師大德會將佢哋歸類為同一種絕對唔可以對佢講法嘅人？但如果我話俾你知，佢哋3個其實都患上咗同一種共同嘅絕症，而且呢個病根並唔係離我哋好遠，佢可能此時此刻就匿埋喺你同我嘅心入面，日日夜夜咁操控住我哋嘅人生。你又信唔信？究竟佢哋患上咗咩絕症？答案其實收埋喺一本流傳咗好耐嘅佛經入面。喺華嚴經度，佛陀講過一句震動千古嘅說話：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住而不能證得。呢句話如果夾硬逐隻字去解，會好悶。我哋用大白話嚟講，即係話，其實每個人一出世，個心本來都係圓滿嘅，都具備咗睇通睇透大智慧嘅潛力。但點解我哋依家過得咁苦咁迷茫？就係因為我哋個心生咗2粒好大嘅毒瘤，一粒叫妄想，另一粒叫執住。你試下將呢2粒毒瘤套翻落去頭先嗰3個人身上，你就會突然之間一天都光晒。先講妄想，咩叫妄想？就係個腦入面成日將一啲根本唔屬於自己或者適反自然規律嘅嘢當成係理所當然。謠歌嘅妄想係以為因果可以被收買，佢以為自己做盡壞事，只要喺佛前掃下地扮下虔誠，就可以換取神秘力量去擋災避難。佢將清淨嘅佛法妄想成一種世俗嘅交易籌碼。偽真嘅妄想係以為解脫可以靠別人恩賜，佢妄想菩薩會好似個超級保姆咁幫佢懲罰老公，教好啲仔女，而佢自己就可以舒舒服服咁匿喺受害者嘅光環下面，一滴汗都唔使出就得到幸福。再講執住，咩叫執住？就係死攬住一樣嘢唔放，哪怕嗰樣嘢已經令到你周身傷，或者已經阻住你向前行，你都唔肯撒手。少顯嘅執住係死攬住自己嗰堆死板嘅知識同優越感，佢執住於我係啱嘅，我比你聰明，結果呢份執住變成咗一堵密不透風嘅高牆，水潑唔入，針插唔入。呢3個人，佢哋行入寺廟，翻開經書嘅時候，表面上好似係嚟求道求法，但實際上佢哋個心裏面都帶住一個極度強烈嘅目的。佢哋唔係嚟放低嘅，佢哋係嚟索取嘅。佢哋想喺佛法呢座大金礦入面掘出自己想要個吉金，無論個吉金係權力、係廉價嘅安慰，定係智力上嘅優越感。你試諗下，如果你對住呢啲滿腦子都係妄想同執住嘅人講法，會有咩結果？你同謠歌講慈悲，佢會覺得你抗拒，轉頭就利用你嘅慈悲去呃人。你同偽真講自強不息，講一切唯心造，佢會怪你冷血，覺得你企喺道德高地袖手旁觀。你同少顯講空性，講放下，佢會即刻同你引經據典，同你拗足300個回合，淨係為咗證明佢先係大師。對佢哋講法，就好似將一粒最珍貴嘅蓮花種子掟落一笪乾爭爭嘅沙漠，或者掟落一潭有毒嘅死水度，種子發唔出芽不得止，仲會白白被糟蹋。所以祖師大德教落嘅不說法，唔係因為高僧大德孤高自傲睇唔起人，而係因為佢哋睇得太透。佢哋知道喺對方個心仲未準備好，仲係被妄想同執住死死企住嘅時候，你俾任何真理佢都係一種浪費，甚至係一種傷害。講到呢度，可能你會鬆一口氣，覺得好彩我唔係謠歌咁壞，唔係偽真咁煩，又冇少顯咁自大，我應該係一個好清醒嘅旁觀者啦啩。如果我哋個話題就停喺度，咁呢篇文章充其量只係一篇教你點樣帶眼識人嘅防身指南。但係修行或者靈性覺醒，從來都唔係淨係用把尺去度人哋，而係要將把尺掉轉頭嚟度下自己。你試下靜低心嚟，
行埋去塊鏡度，望住鏡入面嗰個自己，捺心自問：當你每次遇到困難，去求神問卜、睇塔羅牌、算紫微斗數嘅時候，你個心入面有冇一絲絲好似堯哥咁嘅心態，想揾條捷徑，想避開應受嘅果報，想求個符就當解咗厄？當你喺感情度受傷，喺職場上被打壓，四圍揾朋友身，上網寫長文圍爐取暖嘅時候，你有冇一刻好似慧珍咁，淨係想聽人講唔係你嘅錯，係佢衰，而死都唔肯承認，其實嗰段爛關係係你自己一次又一次容忍出嚟嘅。當你喺網上睇到一篇同你價值觀唔同嘅文章，或者聽到一個唔啱聽嘅意見，你第一時間喺心入面爆粗，準備敲鍵盤反擊嘅時候，你有冇意識到嗰一刻嘅你同嗰個斟茶斟到輪晒都唔肯認輸嘅小軒根本一模一樣？其實堯哥、慧珍、小軒從來都唔係咩十惡不赦嘅怪物，亦唔係離我哋好遠嘅陌生人，佢哋就係我哋心入面嗰啲未經修剪嘅慾望同陰暗面。喺某啲特定嘅情景下，我哋每個人都曾經做過堯哥，做過慧珍，做過小軒。我哋成日以為嗰三種人係喺我哋身邊，但其實佢哋日日夜夜都喺我哋自己嘅心入面行出嚟。既然我哋自己都有呢啲病根，既然我哋自己都有聽唔入耳、執迷不悟嘅時候，咁到底點樣先可以度化呢三種人？點樣先可以度化我哋自己？如果連開口講法都係錯，咁面對世間嘅苦難同執迷，乜嘢先係真正嘅慈悲？係咪真係乜都唔做，由得自己同身邊嘅人一路沉淪落去？當然唔係。古老嘅東方智慧早就喺《法華經》入面留低咗一條最高級嘅出路，道盡咗真正嘅大慈悲。而呢條出路就藏喺一個叫窮子喻嘅古老故事入面。相傳好耐好耐之前，有一個窮鬼，自細就同屋企人失散，流落街頭，幾十年嚟靠乞食為生，受盡白眼。後來佢流浪到一座好大好豪華嘅大宅門口，見到裏面個老爺着住金銀珠寶，威風凛凛，周圍有幾百個僕人服侍住。呢個窮鬼睇見，嚇到腳都軟埋，心諗呢度啲人咁猛，實會捉我呢啲窮鬼去打，我都係快啲走啦。但佢唔知，原來大宅入面嗰個高高在上嘅老爺，正正就係佢失散咗幾十年嘅親生老豆。老豆一眼就認出個仔，激動到即刻叫人去將佢追返嚟。點知個窮鬼以為自己要被人拉去砍頭，嚇到暈咗喺地下。老豆睇住個仔咁樣，心痛到不得了。佢明白咗一件事，我呢個仔乞食乞咗幾十年，個心已經變成咗一個徹頭徹尾嘅窮人。如果我而家即刻同佢相認，將成副身家交俾佢，佢根本承接唔住，只會嚇到癲咗，甚至會走火入魔。於是呢個老豆做咗一個好出人意表嘅決定，佢冇同個仔相認，反而用冷水潑醒佢，放佢走轉頭。老豆揾咗兩個生得好粗魯、着得好爛嘅僕人去揾翻個窮鬼，同佢講：大宅度請人掃屎塔、倒夜香，人工雙倍，你做唔做啊？窮鬼一聽，覺得呢份工好啱自己身份，於是就開開心心咁跟住去咗大宅倒夜香。就係咁，窮鬼喺大宅度掃咗好多年屎塔。老豆為咗接近佢，甚至會特登換上一套污糟邋遢嘅衫，親自去同佢傾偈，鼓勵佢：你做得好好啊，以後當呢度係自己屋企啦。慢慢地，窮鬼個心定咗落嚟，開始有自信，由掃屎塔升級做管房，最後甚至幫手管埋大宅嘅菖蒲。直到幾十年後，窮鬼個心已經完全強大起嚟，再冇以前嗰種自卑同恐懼。老豆臨終前先至將所有親戚朋友叫晒嚟，當眾宣布佢就係我失散多年嘅親生仔，我所有嘅財產全部交俾佢。嗰一刻，窮仔平靜咁接過咗一切，因為佢嘅心已經準備好啦。呢個就係《法華經》裏面最震撼人心嘅窮子喻。故事入面嗰個大富長者，其實就係佛陀，或者話係代表住宇宙間最深層嘅大智慧。而嗰個喺街頭執垃圾，見到寶藏嚇到掉頭走嘅窮子，正正就係我哋。係求力量嘅堯哥，求安慰嘅慧珍，求認可嘅小軒，亦係此時此刻坐喺度聽緊呢番話嘅你同我。我哋每個人原本都係擁有無上智慧嘅富二代，但因為生生世世嘅妄想同執住，搞到自己流落街頭，將世俗嘅權力、廉價嘅同情
智力上嘅優越感當成係用嚟果腹嘅隔夜飯。你試諗下，如果老豆一見面就夾硬將成副身家塞俾個窮仔，結果會點？窮仔只會崩塌。同你，當你見到身邊嘅人或者你自己仲係深陷喺貪婪、恐懼、傲慢入面嘅時候，你夾硬將最高深嘅佛法、最透徹嘅空性道理塞過去，會有咩用？佢哋接唔住㗎，佢哋只會將呢啲大道理扭曲成保護自己嘅藉口。所以點解歷代祖師大德對住嗰三種人會選擇閉嘴？因為閉嘴唔係冷漠，唔係見死不救，唔閉嘴係為咗俾時間佢哋去倒夜香。佢哋需要去紅塵俗世入面撞板，需要去經歷背叛，需要去感受痛楚。當耀哥發現用盡手段都擋唔住因果報應嗰陣，當慧珍發現喊到眼盲都冇人再同情佢嗰陣，當少賢發現背熟晒啲經文都醫唔好自己嘅抑鬱嗰陣，嗰啲痛就係佢哋掃屎塔嘅過程。直到有一日，生活嘅重車將佢哋心入面嗰個門杯撲碎，將佢哋嘅妄想同執住狠狠咁撕裂。嗰個時候，佢哋個心先會真正空出嚟。嗰一刻，無需要你再去苦口婆心，真正嘅法自然會行入佢哋嘅生命度。有時候袖手旁觀，等對方自己去經歷因果，先係最深沉嘅慈悲。講到最後，我哋又翻去最核心嗰個問題。呢條影片講咗咁耐，唔好對三種人講法。其實真正嘅目的，從來都唔係教你點樣去挑剔身邊嘅人。六祖壇經入面，慧能大師講過一句說話：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一個真正修行、真正想睇清自己人生嘅人，係唔會成日拎住把尺去到下身邊邊個係耀哥，邊個係慧珍，邊個係少賢嘅。因為當你覺得別人唔夠資格聽你講大道理嘅時候，你本身就已經跌入咗傲慢嘅陷阱。所謂嘅玄學，所謂嘅因果，所謂嘅佛理，從來都冇揀過人去到，揀人嘅一直都係你個心。法理就好似落雨咁，天跌落嚟嘅雨水對住高山、低谷、大樹、小草都係一樣咁公平。大樹根深就吸多啲水，小草根淺就吸少啲水。如果你個心係一笪爛地，就算落傾盆大雨，最後都只會變成一灘泥水。所以由今日開始，唔好再急住去渡人，唔好再急住去改變你身邊嗰個爛泥扶唔上壁嘅伴侶，唔好再急住去說服嗰個同你政見唔同、價值觀唔同嘅朋友。收翻你指向出面嗰隻手指，轉過來指住自己個心，照顧好你自己，將你自己心入面嗰啲貪求力量嘅妄想、渴望別人同情嘅依賴，仲有自以為是嘅傲慢，一點一滴咁沖走。當你自己收得好，當你個心變得好似虛空咁清靜、咁平靜嘅時候，你根本唔需要再開口講任何大道理。你嘅存在本身，你行步路嘅姿態，你對人笑嗰個眼神，就已經係最好嘅說法。需要被你照亮嘅人，自然會行埋嚟取暖；未準備好嘅人，亦唔會被你灼傷。呢個就係事法不可時，言辭相直滅嘅最高境界。唔講，先係最圓滿嘅講。古人覺得理清個心，對轉化生命嘅軌跡會有莫大嘅幫助。今日呢條片，如果能夠喺你心入面激起一絲微瀾，令你反思一下自己平時嘅執住，咁我哋呢場相遇就已經功德圓滿。喺評論區寫低你而家最放唔低嘅一件事，或者你曾經遇過最令你執住嘅一個心結，寫出嚟，面對佢個心會鬆啲。唔好怕面對自己嘅陰暗面，因為見到陰暗就證明你已經開始迎向光明。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睇通睇透有幫助，不妨試下點讚分享俾你覺得需要聽呢番話嘅人，同埋訂閱呢個頻道。我哋下一期繼續坐低慢慢斟慢慢傾，祝你心無掛礙，得大自在。